好来，乡亲啊，澎湖的热天真热烈，举办比基尼比赛，有不少的帅哥美女来参加。最后是由来自日本的早川小百合摕到冠军，男性组是澎湖在地一个查甫囡仔马阳威摕到奖金。欢迎到的是我们10号。 穿比基尼的查某囡仔，一个对一个行上舞台，灿烂的笑容搭配真好的体格，大家观众相机、手机啊一直翕。唔那比基尼美女，也有阳光的猛男，这是昨伫澎湖举办的比基尼比赛，佮专工请安妮做评审，最后是由日本来早川小百合摕到比基尼的冠军。阳光的猛男是澎湖在地查甫囡仔马永威，人气上界悬。 很棒！我回日本之后一定要跟大家说，澎湖真的很好玩。那个镜头其实我是会蛮紧张啊，也会有点小僵硬，可是我就是突破自己这样。今年香纸澎湖活动有够多，8月底到9月初过举办游艇独神的宴会，要抢沙坡的观光财。